失去與尋找太空旅行團即將開始啦！我哋會帶你進入奇妙嘅太空世界。小星星團長帶領小小星空探險家登上彩虹號，前往呢一次特別嘅星際旅行。列車已到達小星星中央太空站。小星星中央太空站係一個好舒服、好溫暖嘅地方，周圍嘅人都好溫柔同關愛，令人放鬆到覺得好似時間都變慢咗咁啊！喺呢度嘅雲都係有柔和嘅光，空氣好似棉花糖咁柔軟同散發住甜甜嘅味道。發生錯誤！發生錯誤！小星星團長，請立即前往主控制台。請立即前往主控制台。發生咩事啊？咦？係天堂旅行箱啊？小星星團長，呢個係你喺失去與尋找太空旅行團嘅最後任務。你即將帶領團友前往旅程嘅最後一站天堂。呢一次特別之旅，你可以邀請唔同星球嘅居民一齊參與。每個團友都會得到一個天堂旅行箱，等佢哋知道點樣可以好好準備呢一個特別旅程。哦，原來天堂旅行箱入面有羽毛、信紙、記憶星、逆境星光屏，仲有眼淚石。每一樣嘢都係我哋喺失去與尋找太空旅行團入面揾到嘅能量，令我哋可以喺黑暗之中繼續前行。呢個係喺雲霧星球揾到用嚟收集難忘回憶嘅記憶星。呢個係喺失落星球揾到記載生命歷程故事嘅逆境星光屏。呢個係喺哀傷星河揾到充滿再生能量嘅眼淚石。你好似好擔心咁喎，係咪好唔捨得啊？你一定好掛住你嘅屋企人，好想一齊去聽日特別嘅天堂之旅。不過呢一個旅程，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單獨咁出發。當一個人嘅時候，我哋都會覺得傷心、擔心、不安、唔明白，可能會覺得好嬲同好震驚。我相信你嘅屋企人都一樣會好唔捨得你噶。嗱，呢個紙飛機送俾你，你可以將你想留俾屋企人嘅說話寫喺入面，無論你哋相隔幾遠都好，佢都可以幫你將思念送到對方手上面。各位團友，天堂之旅即將開始。請各位團友前往彩虹橋集合，請大家檢查隨身物品，請確保帶備好你嘅天堂旅行箱，包括收藏難忘回憶嘅記憶星、滿載生命星光碎片嘅逆境星光屏、充滿再生能量嘅眼淚石。各位團友，感謝你哋喺失去與尋找太空旅行團入面，同我哋一齊經歷咗唔同嘅故事。喺失去嘅黑暗之中，一齊尋找希望嘅光芒，陪伴你哋繼續前行。各位團友，下一站天堂，彩虹橋即將開放。呢一次嘅旅程，每一個人都要獨立出發，每個人旅程嘅目的地、長度都唔一樣。有啲人會停留，有啲人會繼續向前行。每一個旅程都係最珍貴、最獨一無二。
我哋嘅生命都係一個特別嘅旅程，喺成長嘅過程之中，會經歷好多嘅失去，可能會令我哋嘅世界變得好黑暗。只要我哋相信自己，靜心去等待，給予自己空間去尋找光芒，就可以令我哋繼續前行。喺天空中每一粒明亮嘅星星，都係代表住我哋勇氣同堅強嘅光芒。呢啲光芒係由我哋每一份思念、愛、感謝、傷心、不捨同成長所組成。當喺黑暗覺得哀傷嘅時候，呢啲光芒會特別明亮，提醒我哋繼續尋找希望，讓我哋嘅孩子繼續繁星閃耀，照亮生命。我哋未來見。